台湾先看世界，来看美国的总统拜登宣布退选，副总统贺锦丽可能会将做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贺锦丽专工到德拉瓦州拜登的竞选总部，甲竞选团队的成员来会面。这拜登阁特别献声，甲团队的成员加油鼓励，希望因会当继续为贺锦丽来助选。到目前为止，包括美国众议院的前议长佩洛西，甲这个克林顿翁仔某等等，拢已经宣布要支持贺锦丽选总统。I want to say to the team, embrace her. She's the best. 电话中的拜登替副总统贺锦丽加油赞声，营造出大团结的气氛。I'm watching you, kid. I'm watching you, kid. I love you. 有可能加做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美国副总统贺锦丽，22号到德拉瓦州竞选总部，和竞选团队的成员见面。当日形容的拜登是意外出声，透过电话连线鼓励团队继续替贺锦丽助选。So in the next 106 days, we have work to do. We have doors to knock on. We have people to talk to. We have phone calls to make. And we have an election to win. 拜登强烈支持贺锦丽，民主党的成员嘛拢收听。根据美联社非官方的统计，目前贺锦丽已经争取到9个的党代表票，会当得到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民主党是表示，上班伫8月初7会提名总统的候选人，另外包括克林顿、希拉蕊甲佩洛西等等民主党内党量级的人士，嘛拢公开挺贺锦丽。参议院民主党的领袖舒默、卡廷亚嘛表态。Major super PAC Future Forward announced $150 million in commitments from Democratic donors. And the campaign said it raised more than $80 million in the 24 hours since she announced she would seek the nomination. 一向支持民主党的好莱坞，在拜登退选了后，除了俄罗伊的决定是无所谓爱国表现，歌手卡迪 B 嘛转支持贺锦丽，而且恢复捐款，希望贺锦丽会当代表民主党去拼总统的大位，打败川普。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